大家好，我係大月。4月8號，北約秘書長呂特帶住一份嘅精心準備嘅報告，飛去美國華盛頓見拜登。會面完咗之後，雙方都冇開新聞發佈會，亦都冇聯合聲明。呂特就冇行使出白宮，跟住呢，白宮發言人拉維特就講咗一句嘅說話：總統對今日聽到嘅內容唔滿意，我哋已經冇討論實質性退出嘅具體步驟。即係話美國可能真係認真考慮緊呢件事啦。北約係咩嚟？係1949年成立，存在咗70年嘅跨大西洋軍事同盟，係冷戰時期嘅防火牆，亦都係二戰之後西方世界最重要嘅安全保障體系。依家佢面臨有史以嚟最嚴重嘅存亡危機。呢件事嘅後果對歐洲意味住嗎？對美國又意味住嗎？如果真係退出之後，大家又會點行落去？今日呢，我哋一齊嚟探討下。另外，我哋仲有第二個話題。4月8號同一日，北京都發生咗一件事。新華社同人民日報同步嘅頭版出咗一篇文章，入邊再次出現咗歷史周期率呢啲充滿焦慮嘅字眼。言下之意就係驚咩呢？而且呢篇文章係專門寫俾中國軍隊嚟嘅。咁呢個又代表住咩意思？習近平帶領咗軍隊究竟出咗幾大問題？我哋都會一齊傾下。都請你唔好忘記，而家就訂閱我呢個頻道，仲要睇埋個細鈴鐺，咁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節目通知。同時，我都希望你可以喺節目下方留言，一齊參與討論，分享下你嘅睇法，或者俾我哋本節目嘅寶貴意見。咁我哋先講下美國同北約呢單嘢。2026年2月28號，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戰爭正式爆發。伊朗即刻封咗霍爾木茲海峽。全球油價即刻飆升，能源市場一片震盪。今次美國出手好狠，亦都好辣，因為歐洲嘅北約盟友幾乎冇一個肯跟，美國只係得法國俾佢用領空去對伊朗行動。事後先解釋，北約嘅盟友雖然有提供後勤支援同埋基地使用權，但明顯唔夠。喺特朗普就話，北約喺我哋最需要佢嘅時候，就冇轉身走人，咁用嚟其實都係紙老虎嘅啫。話說4月1號，特朗普接受英國媒體訪問時講，佢從來都冇俾北約說服過，佢一直都知北約係紙老虎，普京都知，就算係特朗普自己都話，佢絕對有考慮過要美國退出北約。去到4月8號，雷特本人親自出面，但結果反而適得其反。白宮之後就透露，有一份關於重新評估美軍喺德國、法國、意大利駐軍重要性嘅總統備忘錄，可能已經起草好。呢個就係特朗普對北約動真格嘅第一次。唔再淨係講下咁簡單。不過，如果美國真係退出北約，會發生咩事？先講對歐洲嘅衝擊。歐洲長期依賴美國提供安全保障，一旦美國撤出，歐洲就會面臨一個好大嘅安全真空。最驚嘅就係波蘭同波羅的海三國，本來都係靠美軍咁對抗俄羅斯威脅，依家可能要自己掏腰包啦，要大幅增加軍費，甚至要睇下建立歐洲共同防禦聯盟。法國同德國都會加快推動戰略自主，但現實就係歐洲各國軍力分散，協調又困難，短期內根本冇辦法填補美國走咗之後嘅空缺。經濟方面，由美元主導嘅貿易都可能會面臨考驗，但想退出都有一個重要前提，其實正式退出北約喺美國法律上並唔容易。2023年美國國會通過咗一條法律，明文規定，如果要美國退出北約，必須要得到參議院2/3多數同意，即係最少要67票，而唔係總統話事就得，就算共和黨議員全部支持都未必夠。仲要最少有14位民主黨議員投票贊成，呢樣嘢幾乎係唔可能發生嘅事。而且你知唔知現任國務卿馬可盧比奧竟然都係呢條法律嘅聯合提案人之一？佢當時作為參議員都投擲贊成票，目的就係為咗防止總統或者國會單方面退出北約。佢而家點算好呢？佢而家係特朗普政府嘅官員，喺利益上就出現咗明顯嘅矛盾。北約條約本身第13條有規定，任何成員國都可以提前1年通知退出，呢個喺國際法層面嚟講係合法嘅。所以問題嘅核心就係特朗普會唔會試圖繞過國會，好似喺2020年退出開放天空條約嘅，強行用行政命令去做。如果佢真係咁做，大機會會打上法庭。不過有分析人士指出，即使唔正式退出啦，特朗普已經可以用好多唔同方法，實質上削弱北約。
例如暫停參加北約嘅聯合軍演、凍結財政支出、撤回駐歐洲嘅美軍。如果呢啲行動一齊做，北約基本上就只係有名無實。咁如果美國真係退出北約，會失去啲咩呢？我哋下一步就會同你詳細分析。仲有習近平嘅黃黨之友好，我哋講有啲人覺得退出北約對美國嚟講係好事，可以冇錢，又唔使再幫歐洲人背責任。但係事實上，分析師同戰略家有唔同嘅法。退出北約對美國都一樣有壞處。首先講，美國而家喺歐洲有大約50個軍事基地，駐紮咗大約84000名嘅士兵。其中德國嘅拉姆斯泰因空軍基地係美國本土以外最大嘅空軍基地，亦都係美國喺中東、非洲同中亞所有軍事行動嘅後勤樞紐。而英國薩福克郡嘅萊肯希斯空軍基地更加係美國喺歐洲唯一一個 F-35戰機聯隊嘅駐地。呢啲基地其實唔係美國送俾歐洲嘅禮物，而係美國用嚟投射全球力量嘅跳板。如果佢哋呢啲基地，美國嘅軍事部署就要大幅縮減。再講情報，英國嘅軍情六處、政府通訊總部，仲有成個歐洲嘅情報網絡，透過五眼聯盟同北約嘅框架，每日都會向美國提供大量情報。如果失去北約呢條情報線，要麼就要關閉，要麼就要重新逐個國家單獨協商再建立。但係信任可以有幾多呢？都會受到一定影響。跟住講到核保護，英國同法國都有自己獨立嘅核武庫，係美國僅有嘅兩個擁有核武器嘅盟友。喺北約框架之下，呢兩個國家嘅核力量同美國配合得好有默契。如果美國退出，呢種配合就要靠重新訂立盟約先可以維持。至於武器出口市場，歐洲嘅北約成員國係美國最大嘅武器採購客戶，好似 F-35戰機、愛國者導彈、阿帕奇直升機等等，合同總額有成數千億美元。如果歐洲被迫要走向自主防禦，佢哋可能會轉去買歐洲自己生產嘅武器。呢樣對雙方嚟講都係損失。最後就講到北約最大嗰張牌第5條款，呢條款規定對任何一個成員國嘅攻擊都等同於對所有成員國嘅攻擊。而且北約70年嚟其實只係真正啟動過一次第5條款，就係喺2001年911事件之後，歐洲盟友主動出兵，派人同美國一齊喺阿富汗作戰，超過1100名盟軍為此犧牲。佢而家伊朗嘅戰事，北約唔理唔問，係北約變咗，定係美國對北約已經失望太多呢？最終如果美國真係退出啟動程序，喺歐洲就睇得嘅，只可以加快自主防禦，但呢條路又貴又難行。北約秘書長呂特喺1月嘅時候就講過一句好直接嘅說話，如果有人覺得歐洲可以甩開美國自己防禦，佢就真係發緊夢。佢話如果歐洲真係要自己搞國防開支咧，就唔可以淨係得 GDP 嘅5%，而係要至少去到10%，而且仲要自己建立核武力量，開支會高達幾千億歐元。但現實就係，大部分歐洲國家連2% 嘅目標都掙扎咗好多年，啱啱達到。尤加之尼呢個叫做布魯嘅人，佢哋估算更加直接。如果美國真係有效退出歐洲防衛，歐洲每年最少要額外加多2500億歐元嘅國防開支。同時最少要再招募30萬個士兵，咁即係點呢？德國單一個國家就要將年度國防預算由800億歐元提升到最少1400億歐元，差唔多去到佢嘅 GDP， 佔 GDP 嘅3.5%。即使喺歐洲其實已經開始行動啦。自從美國威脅退出北約之後，歐洲嘅軍備開支由2020年到2025年累計增加咗60%。法國計劃將年度國防預算由500億歐元提升到2030年嘅763億歐元。拉脱維亞就宣布會喺2026年將國防開支提升到 GDP 嘅4%。最終目標係5%。喺波蘭呢，佢哋行得最快，軍費開支已經超過咗特朗普對北約成員國提出嘅要求。克羅地亞又恢復咗強制兵役。至於德國，都開始對適齡男性引入出境許可制度，呢啲都係冷戰結束之後未試過嘅舉動。法國一直推動歐洲核威懾嘅概念，馬克龍舊年已經公開提出要加強法國嘅核實力，去保護歐洲夥伴嘅計劃。
德國副總理哈貝克都表示願意同法國就保護傘問題展開對話。喺呢個方向，其實喺美國試圖退出北約之前，根本冇人咁睇過。依家呢已經正式踏上咗呢條路。簡單嚟講，美國威脅退出，正係逼住歐洲去做一件拖咗幾十年嘅事，就係要為自己嘅防衛負責。不過呢個過程最少都要10年時間。代價就要由各國自己承擔，佢哋嘅稅收會大幅上升。至於年輕人呢，可能又要重新面對兵役，左派政府仲有冇咁多錢可以隨便派社會福利，都會變得好有問題。歐洲人嘅日子唔會變得更加輕鬆。而喺4月8號同一日，北京都發生咗一件事。嗰日凌晨，新華社發表咗一篇重磅長文，題目就係鍛造更加堅強嘅英雄軍隊。同一日嘅上午，習近平親自出席嘅全軍高級幹部培訓班開班式，並且發表嘅講話，新華社同人民日報都同步喺頭版刊登咗相關報導。表面咁好似只係例行嘅政治宣傳，但如果你細心讀一讀呢篇文章入邊嘅用詞同句子，你就會發現其實根本唔係一般嘅宣傳，而係一篇被逼公開嘅焦慮自白。文章一開頭就拋出咗一個好唔尋常嘅問題：一個世界上最大嘅馬克思主義政黨，點樣先可以成功跳出治亂興衰嘅歷史周期律，永遠唔變質，永遠唔變色，唔變色？喂，咩叫歷史周期律呢？即係講每個朝代都有興衰，最後都會走向滅亡嘅規律。喺延安時代又點呢？毛澤東同民主人士黃炎培有一場好出名嘅搖籃對話。黃炎培問中共可唔可以跳出呢個周期律？毛澤東話可以啊，靠民主啊。呢個真係極大嘅諷刺。中共當然咁搞民主啦。咁即係話呢個周期律係咪就要應驗呢？而家呢個詞仲罕有咁同軍隊問題綁埋一齊出現。官方嘅潛台詞就係如果軍隊出咗問題，個黨就有可能亡國。呢句說話喺黨媒文章入邊出現，證明習近平將黨當做救命稻草，要軍隊對佢絕對忠誠。但而家最缺嘅就係忠誠。佢以為咁低啲，曾經啲人就可以穩住軍隊，但而家睇落表面上都好難。軍隊好大機會有唔少人唔聽嘅話，對佢唔忠誠。呢個車輪最終都會滾到黨亡嘅嗰一刻。文章入邊有2句說話特別刺眼，確保權力最終掌握咗對黨絕對忠誠可靠嘅人手上，以及至於對黨有異心嘅人，喺中共嘅政治話語入邊有一個好基本嘅邏輯，越係成日強調反覆講嘅，通常就越做唔到。如果真係做到，就唔使咁講啦。咁到底失咗啲咩呢？近3年都未夠，中共高層幾乎俾人清晒，火箭軍高層因為貪腐被一鍋端，海軍同空軍高層又俾人清洗，就連第20屆中央軍事委員會呢個軍隊最高指揮部門都7人班子，而家剩翻除咗佢自己，就得張生民一個人。曾經被視為最鐵嘅紅二代盟友張又俠，一手提拔咗李尚福、何衛東、苗華、紀廉，都因為嚴重違紀違法落馬。去到2026年初，已經有至少15名現役將領被官方宣布落馬同處理，仲有20名上將失蹤，被設喺人大代表資格。呢個規模咧係前所未有噶。而更關鍵嘅問題係呢班人大部分都係喺一手提拔出嚟噶，成班自己人已經集體消失。多年搭建嘅軍中體系原本好似好穩陣，但而家已經全面崩潰。佢仲喺講話入邊有咗一段軍隊領導幹部，特別係高級幹部要帶頭嚴肅黨內政治生活，要做好講真話嘅表述，仲要有容人之量，營造講實情、講真話嘅濃厚氛圍。佢嘅意思係咩？就係已經冇人敢同佢講真話，軍中發生咩事都冇人講，出現對佢唔忠嘅問題都冇人寫報告。換句話講，佢而家面對嘅軍隊其實就係一支擺爛咗軍隊。對於石嚟講，呢樣嘢係極之可怕。而就喺同一日，負責東部戰區嘅司令楊志斌嘅學習時報發表咗一篇文章，強調要打擊虛假，提到咗羅馬高級幹部嘅教訓，仲重複咗唔可以有異心之人呢個講法。但有趣嘅係咩呢？當日習近平出席高級幹部培訓班嘅時候，楊志斌竟然冇出席。主席台上面淨係得習近平同張生民2個人，台下核心位置就淨係坐喺國防部長董同埋中部司令2位上將。難道啱啱先嚇完忠誠嘅楊志斌都俾人清咗？如果真係咁，佢就真係咁嘅。佢所謂嘅政治整肅，
仲有思想整風，本質上就係用政治高壓去補翻已經出現咗嘅裂縫。但問題係佢裂縫根本補唔到，依家只會越整越大。中共缺嘅就講嘅，依家反覆嚟講，證明佢哋最缺嘅就係中層，試圖將軍隊當做救命草咁樣，將佢高級幹部反覆清洗，又一再強調要忠誠。呢條路行到尾，面對佢唔係一個更加穩固嘅政權，而係歷史周期率嘅又一次應驗。歷史嘅車輪成唔成都好啦。我哋今日節目就到呢度，歡迎大家留言，亦都希望大家幫手轉發同分享我哋嘅節目，等更多朋友可以睇到。多謝你收睇，我哋下次節目再見。